今個週末嘅安省係全世界其中一個最凍嘅地方。從尋晚開始，阿爸阿媽間房洗手盆嘅兩個水喉出唔到水，其中一個有凍水但係冇熱水，另外一個兩樣都冇。嗱，因為呢兩個水喉都係全屋最接近屋頂位置嘅兩個，我估應該係結咗冰啦。結果用熱感應槍一測，屋頂嘅溫度真係得零下4度啫，所以我就嘗試用風筒加熱我懷疑已經結咗冰嘅水管。為咗知道係咪有效，我喺加熱嘅同時打開咗水口。第一個我加熱咗5分鐘之後就有水啦。另外冷熱水都冇嗰個，我加熱咗8分鐘之後仍然冇咩反應，我就由得個水龍頭繼續打開。結果我煲劇煲咗15分鐘之後就聽到水聲啦。為咗避免之後有同類事件發生，我就去到五金鋪買咗呢一種嘅保溫條。如果你要入屋頂嘅話，記住戴翻個頭盔，因為屋頂超多露出嚟嘅釘。嗱，如果你見到有一啲嘅水喉係有轉角啊或者分叉嘅話呢，五金鋪係有相應嘅配件噶。不過當然可以自己切啦。但係我裝咗一條之後就發現超級麻煩。都係加多幾浸保溫棉就算啦。之後問師傅，師傅提醒話，如果就算冇水嘅話，都應該打開個水口，等啲空氣能夠排出，避免啲壓力逼爆水管。如果你都有呢個問題嘅話，試試呢個方法啦。